香港打工仔點解咁唔開心？揭開8個殘酷生活真相。香港呢個曾經被譽為東方之珠嘅城市，依家究竟變成咗點？你有冇發現身邊嘅朋友越嚟越冇心機？搭地鐵冇笑容返工，冇熱誠放假，都冇真正放鬆過。其實香港人係咪真係越嚟越唔開心？我哋一齊拆解以下8個真相，睇下你中咗幾多個。一、返工唔係做夢，而係捱世界。大部分香港人一星期5至6日工作，朝8晚8，仲唔算放工，仲要覆 email 改 report。所謂 work-life balance，只係 HR 口中嘅幻覺。朝早鬧鐘響嗰刻，唔係醒咗，而係開始另一場無止境嘅捱。有幾多香港人真係中意自己份工？有冇試過問過自己？唔係冇選擇，而係你根本唔敢辭職，因為冇咗份工，屋租、貸款、生活費樣樣追住你。而人工永遠追唔上通脹，講到人工真係血淚史。好多打工仔10年升唔夠$3000，但物價就加到天價。去茶記食個午餐要$70，搭地鐵貴過打的，買餸貴過食餐廳。以前人工$15000都可以儲到錢，依家$25000都月光，生活壓力大到令人喘唔過氣。人工永遠都追唔上生活成本，日日返工好似喺原地踏步。3、住屋問題逼瘋一代又一代。香港樓價係世界之最，想做業主，除非你父幹力強，否則你一生都喺租屋 loop 入面重複。唔好講買樓租樓都係一場噩夢，細過房啲單位月租要$12000，企喺廁所要屈腳，張床貼牆兼頂天，仲話有海景，係廁所窗口反射個水管咋。就算2個人一齊夾份租都未必過得去。年輕人根本唔敢諗結婚生仔，因為連個穩定嘅家都冇。4、社會氣氛令人窒息。香港而家嘅氣氛可以用1個字形容：壓力、壓抑，壓到性咁沉重。你講嘢要三思，做事要小心，甚至連發個 post 都怕中招。人與人之間少咗信任，多咗猜疑，少咗笑容，多咗冷漠。以前嘅獅子山精神係一齊捱，齊上齊落，依家只係自己顧自己，冇前景冇方向。好多後生一代已經對未來唔抱期望。以前讀大學係黃金門票，依家讀完大學仲要實習3份，做 freelance 揾食，人工低過做 part time。你話想創業，又要面對高租金、高成本，仲有層層申請批文，冇背景、冇資源、冇 network 想逆襲，講笑啦。依家係生存唔係生活，前景變得一片灰。6、冇時間陪家人朋友，自己都唔識自己。你有幾耐冇約朋友出嚟傾偈？幾耐冇陪父母食餐飯？幾耐冇一個人靜靜坐低諗下人生？喺香港時間係一種奢侈。星期一等星期5，星期5等發生日之後又重複返。時間唔夠，感情就淡咗，關係就疏離咗，自己都唔記得自己想要啲乜。7、娛樂變奢侈，開心變難事。有冇發現依家就算出去玩都唔係真係開心？睇場戲要$100，去次主題樂園要$700，食個高質晚餐$800起跳。以前啲娛樂係心靈滿足，依家好多只係消費行為，散錢嚟換個好似快樂。甚至有啲人連玩嘅時間同資格都冇，因為生活太累，開心已經變成一種努力。8、比較文化壓死人。社交媒體上人人都好似過得好好，日日旅行開跑車打卡打唔停，但你知唔知其實背後有幾多係做 show？ 現實中睇得越多，越覺得自己唔夠好。冇錢旅行，冇時間休息，冇資源創業，越睇越氣餒。比較文化逼到人成日覺得自己唔夠好，但其實你已經行緊好遠，咁點算？香港人仲有冇希望？可能你會問，講咁多負面嘢有冇得救？我想話又唔係話馬上就可以改變社會，但你可以慢慢由自己開始，減少無謂比較，過自己生活，揾到一樣你真心中意嘅事，邊做邊行。唔好怕放棄，真正有價值嘅人生唔係跟主流走，多啲聽自己聲音，做一個溫柔但堅定嘅人。最後一句留俾你，香港唔完美，但你仍然可以有你嘅快樂方式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講中你心聲，記住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同埋留言話我知，你覺得自己點解唔開心？